各位街坊，唔知大家最近出街食飯，有冇一種貼錢買難受嘅感覺？以前我哋常規諗住喺香港求其行入一間茶餐廳，幾廿蚊一碟乾炒牛河或者叉燒飯，點都有飯咁上下水準，最起碼係熟嘅、熱辣辣嘅。但係最近呢一兩年，我相信好多人同我一樣，每次坐低睇住個餐牌，再望住起碼60-70蚊起跳嘅價錢，到嘢食上台嗰一刻，真係心都涼晒。本地嘅餐飲質素好似坐咗過山車咁直線劣化。咁有啲人話，既然香港食嘢又貴又劣，不如每逢週末或者放工就一圍人湧上去深圳消費，北上尋求性價比啦。點知北上消費又唔係想象中咁完美，分分鐘頻頻中伏，甚至食到驚魂未定。依家搞到我哋班街坊留喺香港食又驚踩雷，返內地食又驚中招，真係進退兩難。香港嘅餐飲業係咪真係走向大崩盤？今日我哋就由最近轟動全港大家樂嗰碟37蚊嘅生米炒飯講起，再睇埋北上飲老火湯竟然鬧出致命異物嘅驚悚單案，同埋本地一間間幾十年歷史嘅老字號爆發集體執笠潮，同大家一齊拆解一下我哋香港人依家究竟面對緊一個點樣嘅飲食大災難。講到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大家樂、大快活、美心呢啲連鎖快餐店絕對佔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由細到大，如果諗唔到食咩，或者想快脆搞掂一餐，行入大家樂撳部自助機，要個炒飯或者焗豬扒飯，基本上係最安全、最穩陣嘅選擇。但係邊個會估到喺2026年嘅今日，連呢啲開咗幾十年、制度化管理嘅大型連鎖快餐店，都可以將產品質素降到去一個令人匪夷所思嘅底線。最近有街坊喺網上大爆料，話去大家樂叫咗個37蚊嘅下午茶炒飯，諗住平平地填飽個肚，點知一入口啲米硬到好似砂糖咁。起初佢以為係咪自己條脷有問題，或者純粹係個邊邊歪咗，點知仔細一睇，成碟飯入面有超過一半嘅米粒，竟然仲係白色透明嘅生米。呢個唔係乜嘢粒粒分明嘅炒飯，而係貨真價實嘅生米炒飯。37蚊一碟飯，雖然話係下午茶特價，但生米煮成熟飯，呢個係做飲食業最基本、最微不足道嘅底線。依家連呢條底線都守唔住，好多網民睇到張相都話依家啲快餐店連煮熟一煲飯嘅心機都冇，師傅可能連睇都冇睇，直接將未煮熟嘅飯倒落鑊度，兜兩下就起菜。呢件事反映出嘅根本就係成個香港餐飲業最核心嘅問題，人手極度短缺，員工心態散漫，加上管理層一味只係想削減成本。你試諗下，以前香港嘅廚房師傅雖然脾氣可能好火爆，但對自己炒出嚟嘅嘢食總算有一份執着，點會容許一碟生米炒飯由出餐口遞出去俾客？依家因為請唔到人或者人工太低，請返嚟嘅都係一啲完全冇心做嘅流動工，廚房入面基本上係機械式操作，邊個理你熟唔熟、好唔好食？只要將啲嘢倒落碟度，夠鐘出餐就當完成任務。而呢種生米炒飯嘅鬧劇，只不過係本地餐飲質素劣化嘅冰山一角。行入依家嘅茶餐廳，街坊最常投訴嘅就係例湯淡茂茂，好似自來水加味精，凍檸茶澀到苦，牛扒硬到好似鞋底咁，服務態度仲要差到好似你欠咗佢錢咁。以前香港人好自豪嘅港式高效率同高質素，依家演變成收得貴、俾得少、煮得衰、催你走嘅四部曲。就係因為留喺香港食飯太有挫敗感，加上2023年初通關之後，一河之隔嘅深圳瘋狂出招，用極高嘅性價比、無微不至嘅貼心服務，成功吸引咗大批香港人北上消費。一到星期五六日，羅湖、落馬洲、深圳灣口岸真係人山人海，塞到水泄不通。好多街坊上去之後，覺得自己好似變返做大爺，幾十蚊人民幣可以食到一大煲酸菜魚，或者成台都係點心，服務員仲要鞠躬同你講謝謝。但係當呢股北上熱潮持續咗2-3年，大家慢慢由貪新鮮變成常態化消費之後，內地餐飲嘅種種隱患同黑幕亦都開始陸續浮面。最近有一單新聞真係聽落都覺得毛骨悚然。
有香港街坊同屋企人想去深圳一間出名飲老火湯、食私房菜嘅高檔酒樓消費，諗住補一補身體，叫咗一煲標榜熬製咗足足4-5個鐘頭嘅招牌藥膳老火湯。當個湯上台，大家高高興興，每人裝了一碗，飲到一半，打算用湯勺去撈底湯料嘅時候，竟然喺一堆雞骨同藥材入面撈出咗一個令人震驚嘅致命異物。根據事主形容，嗰個異物好似係一個已經嚴重變色，甚至有少少溶溶地嘅強烈化學塑料，或者係水銀電池嘅物體。你試諗下，喺一個高溫持續滾咗好幾個鐘頭嘅湯煲入面，呢啲帶有劇毒重金屬或者有毒塑料嘅化學物質，已經完全融入咗個湯水入面。你以為自己飲緊高湯精華，其實你係飲緊慢性毒藥。事主即刻叫經理過嚟，雖然店方最後不斷道歉、免單，甚至提出賠償，但係呢種心理陰影同對身體造成嘅潛在傷害，真係用幾多錢都補償唔返。呢件事喺網上傳開之後，引發咗好多經常北上消費嘅港人集體恐慌。好多人開始反思，內地餐飲雖然包裝得好靚，味道好夠濃，價格好平，但係背後嘅食品安全監管究竟係咪真係令我哋放心？事實上，北上消費踩雷、中伏嘅例子絕對唔係個別事件。好多香港人去到一啲網紅店，以為大排長龍就一定安全，結果食完返到香港，全家人輪流屙嘔肚痛，嚴重到要睇急症，甚至要留院醫治，懷疑係集體食物中毒。內地餐飲業為咗追求味道嘅刺激同賣相嘅吸引，往往會使用大量嘅化學添加劑。所謂嘅科技與狠活，一鍋紅油麻辣火鍋入面啲油可能重複使用咗唔知幾多次。一碗香噴噴嘅牛肉麵入面啲牛肉可能係用化學膏劑醃製出嚟嘅重組肉。更唔好提一啲無良商家為咗降低成本，使用坑渠油、過期變質嘅食材。香港人以前貪平、貪服務好，往往忽視咗呢啲隱藏喺精美裝潢背後嘅食品安全風險。結果依家變成咗一個好諷刺嘅局面。喺香港食飯係精神上中伏，因為又貴又難食，食到一肚氣。去內地食飯係身體上中伏，因為你永遠唔知自己吞緊啲乜嘢化學物質落肚，隨時危及生命安全。咁樣一比對之下，香港嘅街坊真係陷入咗一個空前嘅食飯兩難局面。返工放工已經夠辛苦，食餐飯本來係一日入面最放鬆、最享受嘅時間，依家反而變成咗一個要深思熟慮，甚至要冒險嘅抉擇。留喺香港，求其食餐常餐都要60-70蚊。如果想去一啲稍微好少少嘅中菜館或者西餐廳，人均消費隨時200-300蚊起跳，但往往換嚟嘅係流水線生產嘅預製菜、被無禮對待嘅服務，同埋限時45分鐘、1個鐘頭就要趕你走嘅無情催促。想返屋企自己煮，依家街市嘅椰菜、冬肉價格同樣貴到飛起，返完一日工攰到散晒，邊度仲有心機日日買日煮飯洗碗？就係喺呢種內憂外患嘅極端環境之下，香港本地嘅餐飲業正正經歷緊一場前所未有嘅大海嘯。如果你最近有留意條街，你會發現一個好恐怖嘅現象：由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呢啲核心遊客區，到元朗、屯門、沙田呢啲民生住宅區，街頭巷尾隨處可見一間間貼滿租約期滿、光榮結業告示嘅店鋪。當中不乏一啲開咗幾十年、陪伴咗幾代香港人成長嘅老字號。呢啲老字號有啲係做咗50-60年嘅傳統茶樓，有啲係出名手工製作嘅茶餐廳、粉麵店，甚至連一啲米芝蓮星級名店或者明星經常光顧嘅高級食肆都撐唔住呢一波嘅執笠潮。點解會咁？好多人會第一時間歸咎於港人北上消費，導致本地消費力流失。冇錯。這絕對係一個好直接嘅原因。以前一到周末，香港嘅商場同街鋪食肆全部爆滿，依家每逢星期六日，香港條街好似變咗死城咁，所有消費主力全部上晒深圳、廣州。但係如果我哋將所有責任都推俾港人北上，咁就未免太過片面，亦都忽視咗香港餐飲業本身根深蒂固嘅結構性問題。香港餐飲業爆發集體結業潮，
背後其實係由三個巨大嘅枷鎖重重壓落嚟，將呢啲老字號一步一步逼向絕路。第一個枷鎖依然係全香港各行各業揮之不去嘅夢魘，高昂嘅租金。雖然話過去2-3年香港嘅經濟市道一般，商業物業嘅租金有所回落，但係對於好多民生食肆或者位置優越嘅老字號嚟講，整體嘅租金水平依然高到一個完全唔合理嘅地步。好多地產發展商或者大業主，佢哋嘅心態依家依然停留喺以前經濟最輝煌、自由行最暢旺嘅年代。當合約期滿要續租嘅時候，佢哋唔單止唔肯減租，同商戶共度時間，甚至仲敢逆市加租10%甚至20%。一間中型規模嘅酒樓，每個月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嘅租金。你試諗下，佢一日要賣出幾多籠蝦餃，幾多碟炒粉麵，先至啱啱夠交租俾業主。好多老字號嘅老闆，辛辛苦苦由朝做到晚，30日無休，賺返嚟嘅血汗錢，最後有超過70%全部入晒地產霸權嘅袋。既然做得咁辛苦，完全係幫業主打工，自己一粒糖都分唔到，仲要貼埋老本，咁好多第二代、第三代嘅接班人，或者已經年紀大嘅老創辦人，自然會覺得不如心灰意冷，趁住約滿光榮結業，執笠離場，仲好過繼續捱落去。第二個枷鎖就係急速飆升嘅人工同極度嚴重嘅人手荒。隨住香港近年嘅移民潮，加上人口老化，餐飲業嘅前線勞動力出現咗一個巨大嘅斷層。依家在香港請一個洗碗工，月薪開到接近2萬蚊，都未必請到人。請個樓面侍應或者初級廚師，人工同樣水漲船高。人工高都算啦，如果請返嚟嘅人有質素，肯做，咁老闆都算俾得心甘情願。但問題係，依家係有錢都請唔到人。好多餐廳因為長期唔夠人手，一個樓面要頂3-4個人嘅工作量。你想叫佢保持好嘅服務態度，對住個客微笑，佢返工返到個人都崩潰，對腳都行到斷，冇面黑，冇擺底褲臭面俾你睇，已經算係好有專業操守。廚房入面同樣唔夠人，師傅為咗追進度趕出餐，只能夠簡化烹飪步驟，甚至依賴預製菜、半成品。長此下去，嘢食嘅味道同質素自然直線下滑，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唔夠人手造成質素差，服務衰，質素差，服務衰，導致客人流失，營業額下跌之後，老闆更冇錢請人，更要縮減開支，最終只能夠行向執笠一途。第三個枷鎖就係食材同營運成本嘅瘋狂暴漲。呢幾年全球通脹，加上物流成本增加，香港作為一個絕大部分食材都要依賴進口嘅城市，受落嘅衝擊最大。由最基本嘅米、油、鹽，到豬肉、牛肉、雞肉、海鮮，以至蔬菜，甚至係包裝盒、紙巾，每一樣嘢嘅來貨價都在不斷上升。老闆面對緊一個兩難局面，如果將呢啲增加嘅成本完全轉嫁俾消費者，將個餐牌價錢越加越高，只會將更多嘅街坊趕走，令大家更不願意喺香港消費。但如果自己硬食呢啲成本，利潤空間就會被壓縮到接近零，甚至每賣出一碟飯就要蝕幾蚊。在這種情況下，大型連鎖集團好似大家樂咁，因為有強大嘅議價能力同資金規模，仲可以勉強靠推出37蚊下午茶呢啲薄利多銷嘅策略去吊命。雖然代價可能係鬧出生米炒飯呢種笑話，但對於那些單打獨鬥、資金薄弱嘅中小企食肆同傳統老字號嚟講，佢哋根本沒有任何抗風險嘅能力，只要幾個月蝕本，就只能夠乾脆關門大吉。當呢三個枷鎖同時壓落嚟，再加上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潮推波助瀾，就造成咗我哋依家見到嘅香港餐飲業大崩盤。呢個崩盤最令人痛心嘅地方，唔單止係一間間餐廳結業、大批員工失業咁簡單，而係香港幾十年嚟引以為傲嘅飲食天堂美譽，正在一步一步被消磨殆盡。以前全世界嘅遊客嚟到香港，都一定要去茶餐廳體驗客絲襪奶茶、菠蘿油，去酒樓感受客推車仔點心嘅熱鬧，去大排檔品嘗客鑊氣十足嘅小炒。港式餐飲結合咗中西文化，發展出一套獨一無二、追求速度、
同時兼顧質素嘅飲食文化。但依家當你行入一間香港嘅餐廳，食物質素劣到連飯都煮唔熟，服務態度差到好似去咗集中營，老字號相繼消失，取而代之嘅全是一堆毫無特色、千篇一律嘅連鎖店，或者複製內地模式嘅酸菜魚、烤魚店。香港嘅飲食文化正在慢慢失去佢最原始、最珍貴嘅靈魂。面對咁樣嘅困局，好多人會問：通關已經咁耐，港人北上已經變成生活一部分，香港本地嘅餐飲業通通都冇得救，定係會有一日迎來鳳凰涅槃、重新洗牌嘅轉機？我覺得，如果香港嘅餐飲業想要生存落去，管理層、業主以至成個行業嘅心態都必須要經歷一場徹底嘅思想大變革。首先，地產發展商同業主必須要清醒過來。唇亡齒寒，如果將所有食肆都逼到執笠，將條街變成鬼市，對業主本身完全沒有任何好處。一味追求不切實際嘅高租金，最終只會換嚟長期空置嘅店鋪。大業主應該要主動調低租金，俾中小型食肆有足夠嘅生存空間，去提升產品質素同員工待遇。其次，香港餐飲業必須要重新找回對食物嘅尊重同對服務嘅誠意。香港人北上消費，平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更重要嘅係人哋嘅服務態度。如果香港嘅食肆依然抱持住以前你想食就食，唔食就罷，後面仲有好多人排隊嘅傲慢心態，不肯在服務同體驗上做出改進，咁就注定會被市場淘汰。與其一味怨天尤人，怪責市民唔留港消費，不如認認真真檢討下自己，點解連37蚊嘅炒飯都可以煮出生米？點解唔可以將每一道菜做好，將每一位客人招待好？作為生活喺呢個城市嘅街坊，我哋面對呢個食飯兩難嘅局面，其實心中都充滿咗無奈。我哋一邊痛心本地老字號嘅消失，一邊埋怨本地消費高昂、質素差，但另一邊廂，當我哋選擇北上消費嘅時候，又要時刻提心吊膽，擔心會唔會飲到一煲有致命異物嘅老火湯，食到滿身化學品。這種在物質、精神同健康安全之間嘅博弈，可能仲要持續一段好長嘅時間。只係希望，不論是香港嘅餐飲業者，定係內地嘅商家，都能夠真正明白一個最簡單嘅道理：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無論你包裝到幾高檔，價錢做到幾平，速度做到幾快，如果連最基本嘅食品安全，連煮熟一碗飯，確保一煲湯安全無毒，呢啲底線都守唔住，咁樣嘅餐飲業最終只會失去所有消費者嘅信任，走向真正嘅徹底淪陷。